家邊呀咁啊？魏家邊只兩19歲啊？怎麼跟以前跟人按窮福有毛處都似你的老婆？係咁嘅啲。點解個世界按好福、按量、小陽光、小時差都似唔到老婆嘅好？見到用乜似到唔到，我見你一似到，這下妹仔唔加條睇嘅，睇嘅妹仔唔加，睇嘅見唔似到，結影用。咁咪30人30 700度，我咪都到啊見吧，30 700萬似嘅嘛。你家邊阿公當時幾多歲？魏家邊呀咁啊？魏家邊只兩19歲。19歲啊？原來我們家18、19歲就嫁，最先係講佢話4妹個遲4妹啲哦，冇睇啲哦，3、2歲啲啊，2歲啲嘅啊。嫁嘅都同樣是拗。魏都18、19歲兩女一嘅，19歲女一嘅。家話2歲、3、4歲都賣嘅唔係同樣隻。係下去了，係下都賣4妹啲嘅啊嚟，賣同樣時嘅。18個男都遇着話似要睇嘅係下咯，一下男4妹啲嘅。哎呀，見你啊，共享嘅你嚇。用不出難喎。都唔似都唔加吧。你如果都話難服錢嘅到嗰邊咯，錢到。家嘅男人愛很做事，讓自己的老婆。面做事錢到嗬。係咪？以前就話你自己做事按辛苦吃跳做事。咁你能唔能交俾阿公嘅？咪點解跟住我哋係19歲啊？行緊嚟。係下咁未行緊嚟，冇票出咗係下冇。我今年行緊嚟。咁喺愛對話現實嚟嘅也行緊噻。見嘢啦，個愛下人嘅行哦，嗰啲愛下都冇睇咧。你行，以前咩車會騎單車到時候，還有車以前冇單車愛下冇單車。單車冇咩？冇單車愛下，魏家愛下就冇單車咯。